2006年，意大利背負醜聞，四奪世界盃。2006年世界盃戰場又返到歐洲，於是呢一屆賽事全部成為歐洲人嘅天下。德國人雖然希望以主辦國身份再次成為世界王者，但係最終勝利係屬於喺假球醜聞之下越戰越勇嘅老對手意大利。呢屆世界盃係充滿話題，爭議點從申辦過程已經開始。本嚟國際足協希望將世界盃帶到非洲，結果德國喺最後一輪投票以1票之差擊敗南非，攞到主辦權。德國勝出嘅主因係大洋洲投票嘅代表投咗棄權票，但係呢位本嚟表明支持南非嘅代表喺投票之後表示因為承受壓力而變卦，於是傳出當中涉及貪污舞弊。不過後來事件不了了之，反正德國就係呢一屆嘅主辦國啦。到咗外圍賽階段，多支近屆世界盃決賽周嘅常客球隊都係呢屆紛紛落馬，包括比利時、丹麥，上屆季軍土耳其亦都出局。而非洲區改朝換代嘅情況最嚴重，喺2002年一屆參加嘅5支球隊之中，就有4隊出局，常客喀麥隆、尼日利亞同埋上屆打入8強嘅塞內加爾都冇入圍，反而係2線球隊安哥拉同埋多哥首次晉級。亦都形成非洲球隊喺呢屆賽事完全唔成氣候。當時準備加入亞洲足協嘅澳洲，亦都喺最後一次以大洋洲代表身份參賽之下，喺附加賽淘汰2屆冠軍烏拉圭。於是呢屆賽事係自1982年之後，再次係6大洲足協都有代表球隊參加決賽周。德國喺決賽周之前經歷咗長達6年嘅低潮，上屆世界盃亞軍多少具備幸運成分，所以雖然係主辦國，亦都唔係奪冠大熱門。不過德國喺奇連士文擔任總教練，率領新生代拿姆、史維恩史力加等人，配合波力克等前輩，已經形成一支強大嘅球隊，令分組賽對手哥斯達黎加、波蘭同埋厄瓜多爾無法招架。信心越嚟越強嘅德國喺16強輕易以2比0淘汰瑞典。然後喺8強遇上21世紀最大嘅冤家阿根廷。阿根廷喺呢屆賽事再次跌入死亡之組，對手有荷蘭，擁有杜奧巴嘅科特迪瓦，同埋決賽周開賽前10日正式分裂為2個國家，但仍然要合併參賽嘅塞爾維亞和黑山。結果阿根廷冇再次出事，喺首2場分組賽擊敗科特迪瓦，同埋以6比0大勝塞克。而家大家好熟悉嘅美斯，就喺塞克一戰第一次喺世界盃決賽周上陣已經入波。然後阿根廷打和荷蘭，以較佳得失球成為小組首名。喺16強由麥斯洛迪古斯加時嘅時候射入金球，以2比1殺退墨西哥晉級。阿根廷喺8強面對有主場之利嘅德國，並冇處於下風，而且先由阿耶拉先開紀錄。德國喺80分鐘由高路斯入波追和，雙方踢完加時都仲係平手。結果阿根廷有2名球員射失12碼，德國4射全中之下，德國將阿根廷淘汰出局。呢個時候邊個都冇諗到呢2支球隊喺之後2屆賽事都會遇上，最終德國取得3連勝。不過呢個係後話啦，可惜德國並唔係呢屆比賽嘅主角。主角係4強擊敗佢哋嘅意大利。意大利喺開賽前爆出著名嘅電話門事件，令意甲豪門祖雲達斯被褫奪2屆聯賽冠軍同埋降班。AC 米蘭、拉素同埋費倫天拿亦都遭到嚴懲。於是意大利喺蒙羞之下展開賽事，佢哋喺第1場比賽以2比0擊敗加納，然後喺第2場比賽因為右後衛薩加道嘅烏龍波而遭美國逼和。不過意大利因禍得福，總教練納比決定將本嚟踢左後衛嘅森保達改任右後衛，取代表現不佳嘅薩卡道，再以本嚟係副選嘅格羅素任左後衛，成就咗偉大嘅左後衛傳奇故事。到咗第3場分組賽，意大利再冇埋尼士達，後備中後衛馬特拉斯頂上，亦都因此成就咗後來嘅另一個傳奇故事。意大利最終以2比0擊敗利維特領導嘅捷克，取得小組首名。意大利剛好同時成為利維特為首嘅捷克黃金10年嘅起點同埋終點。
意大利喺16強遇上澳洲。澳洲喺分組賽壓倒克羅地亞同日本，成為小組次名。但係喺打和克羅地亞一戰，英格蘭籍球證波爾竟然喺判克羅地亞中後衛斯蒙力第2張黃牌嘅時候，就冇俾紅牌趕佢出場。然後佢再攞起第3張黃牌嘅時候，先諗起要俾紅牌，成為國際足壇嘅知名笑話。但係波爾之後仍然喺國際賽執法，直至1年後退役，顯出國際足協對球證係幾咁寬容。好啦，話題翻到意大利對澳洲嘅16強。意大利喺炎熱嘅天氣之下，一直對澳洲冇咩辦法，直到比賽進入下半場補時階段，格留素喺對手禁區扭波之後撞到澳洲後衛尼爾，意大利喺爭議聲之中獲得12碼。結果整屆比賽表現冇好突出嘅托迪射入，令到意大利驚險過關。比賽之後1日，意大利就傳出擔任祖雲達斯高層嘅前國腳比索圖墮樓嘅消息，於是意大利職球員為佢喺8強踢得相當賣力，結果由森保達入波，同埋東尼梅開2度，以3-0將舒夫真高領導嘅烏克蘭送返屋企。歐洲球隊以外嘅其他洲份球隊喺呢屆比賽都冇獲得好成績，4支亞洲球隊喺分組賽全部出局。大洋洲代表澳洲喺16強輸咗返屋企。墨西哥就喺16強被阿根廷擊退之後，中北美洲球隊亦都悉數畢業。非洲球隊只有加納打入16強，亦都喺16強被巴西輕鬆搞掂。不過巴西亦都喺8強就止步。巴西喺呢屆賽事擁有朗拿度、朗拿甸奴、卡卡同埋阿祖安奴4大神鋒，而且卡庫仲有卡羅斯等猛將仍然喺度，喺分組賽同埋16強4戰全勝。但係就喺8強被法國擊敗出局。法國喺呢一屆比賽亦都係一支神奇球隊。高盧人喺外圍賽遇上困難，要說服喺2004年歐洲杯之後退出國家隊嘅斯丹、杜林同埋馬基里尼復出，先攞到晉級資格。不過佢哋首2場分組賽竟然都未能擊敗瑞士同埋韓國，連續2屆比賽陷入最後1場分組賽必須要贏波，否則就出局嘅困境。而且斯丹因為累計黃牌喺第3場分組賽未能上陣，好彩韋拉挺身而出，以入波同埋助攻率領法國擊敗多哥出線。到咗16強，法國遇上喺分組賽3戰全勝嘅西班牙，而且仲俾對手先攻破大門。不過法國由斯丹展現球王表現，最終法國連入3球反勝晉級。法國喺8強面對巴西，亦都一啲都冇落下風，反而由斯丹助攻俾亨利破門，將巴西嘅衛冕夢結束，亦都鎖定4強變為歐洲杯嘅局面。4強最後一個席位由葡萄牙奪得，葡萄牙由老將費高同埋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嘅斯朗拿度合作之下，喺分組賽3戰全勝，然後喺16強以1-0擊敗荷蘭。葡萄牙同荷蘭喺呢場紐倫堡舉行嘅比賽踢得好激烈，但係俄羅斯籍嘅球證伊雲諾夫完全控制唔到場面，全場比賽竟然發咗破世界盃決賽周紀錄嘅16面黃牌同埋4面紅牌，因此喺足球史上稱為紐倫堡戰役。不過同樣效力巴塞隆拿嘅雙方球員迪高同埋雲邦賀斯喺被罰離場之後一齊並列當觀眾嘅有趣場面，已經足以說明問題出喺邊度。到咗8強，葡萄牙遇上英格蘭。葡萄牙喺2000年同埋2004年2屆歐洲杯都擊敗英格蘭，呢次喺缺少2名主力之下，仍然以互射12碼將英格蘭淘汰出局。碧咸喺被換落嚟之後落淚，亦都成為呢位萬人迷喺世界盃賽場上面嘅最後身影。可惜葡萄牙喺4強遇上法國，始終都擺脫唔到一直被法國牽制嘅命運。法國由斯丹射入12碼，以1-0擊敗葡萄牙，繼1998年之後再次打入決賽。意大利同德國就喺另一場4強戰交鋒。德國嘅前身西德喺1990年世界盃就喺意大利國土上面攞到冠軍。不過呢次角色互換，雙方踢完90分鐘都冇入波。正當比賽以為要以互射12碼決勝之時，格羅素竟然喺119分鐘打破悶局，然後迪比亞路把握機會再下一城，意大利粉碎咗德國嘅封王美夢。好在德國喺季軍戰擊敗葡萄牙，攞到季軍呢個安慰獎。
於是意大利同法國喺柏林舉行嘅決賽相遇，斯丹喺7分鐘就射入12碼，為法國打開比數。不過馬特拉斯喺19分鐘就以頭球為意大利追和，雙方踢咗90分鐘都仲係打和。然後到咗加時下半場5分鐘，斯丹竟然蓄意用頭撞低馬特拉斯，令到賽前宣布踢完世界盃就退役嘅斯丹，竟然以1張紅牌同埋無數爭議聲結束自己光輝嘅足球生涯。意大利未能把握人數優勢再入一球，令到比賽進入互射12碼決勝階段。曾經喺2000年歐洲盃決賽以黃金入球協助法國擊敗意大利嘅查斯古特，就喺呢次互射12碼嘅時候將個波射中橫楣。相反，以往成日喺12碼落敗嘅意大利呢次例不虛發，喺呢屆比賽冒起嘅傳奇人物格羅素射入第5球之後，意大利攞到第4次世界盃冠軍。但係諗唔到意大利足球並冇因此復興，反而從此逐步走向歷史低谷。